大家好啊！講起元朗，大家可能第一時間諗起就係老婆餅或者 B 仔涼粉，仲有而家最興嘅大寶冰室添喎。正當大家以為元朗已經被 YOHO 呢啲壟斷咗嘅時候，一個喺元朗北部寂寂無名嘅小村落，其實已經逐步開始發展緊咯喎。佢唔係要加入連鎖商場戰團，反而係用佢獨特嘅歷史文化同埋地理優勢，帶俾香港一個截然唔同嘅未來新市鎮。呢個就係一個充滿住歷史故事嘅地方——牛潭尾。牛潭尾呢個名聽落去好似好有鄉土氣息喎。冇錯，因為佢本身已經擁有超過100年歷史嘅傳統鄉村社區，喺度你可以見證住世紀變遷嘅皇室加持啦，仲記載住幾多人集體回憶嘅牛潭尾學校。呢度嘅環境非常之寧靜啦，街坊鄰里嘅之間都人情味非常之濃厚，文化底蘊亦深厚。但老實講啊，而家行入牛潭尾嘅時候，其實除咗非常有歷史感之外，你最深刻嘅就可能係收信號啲約啦，同時你買杯真奶都要行好遠。冇錯，呢度而家正面臨緊人口老化同壯年流失嘅現狀，好多珍貴嘅歷史建築同埋傳統文化。但如果我哋再唔去關注保育，可能我哋就好似我哋青春咁樣一去不復返。所以點樣先可以喺保育嘅同時亦注入生活力呢？而家今日我哋就會探討呢個重要嘅課題。不過大家又唔使咁灰心住嘅，因為牛潭尾嚟緊將會迎嚟一個華麗轉身喎。根據最新嘅北部都會區規劃啦，牛潭尾發展區咧就會成為一個超級焦點。呢度將會預留大約60公頃嘅土地咧，用嚟去打造一個全新嘅大學城啊，聚焦生命健康科技同埋 AI 人工智能等嘅前沿研究咧。咁去到2034年咧，加埋北環線東延線嘅通車咧，除咗會連接北部都會區嘅核心網絡交通咧，都仲可以帶大家經由新起嘅皇崗口岸翻上深圳去北上消費啦。而廣深港高速鐵路亦都會因應牛潭尾嘅發展咧，有機會喺呢度加站噶喎。咁到時咧就可以連接全國各大城市啦。到時咧，大批海內外嘅高端科研人才同資金咧，將會源源不絕地湧入呢度，將會變成為香港繼中文大學同埋香港大學之後第3個核心嘅大學城啦。咁想象一下，未來牛潭尾咧將唔會再淨係得綠油油嘅農田啦，而係一個充滿科技感嘅研究中心，配埋未來嘅北環線、東鐵線同埋4通8達嘅高速公路咧，真係朝早喺牛潭尾同 AI 開會，下晝已經可以去紅館睇世界盃啦。不過科技雖然進步啦，但係如果一個社區得翻一棟棟冰冷嘅寫字樓同埋實驗室咧，咁同維港兩岸嘅商業區有咩分別咧？所以點樣平衡發展同埋原有嘅鄉間文化就係下一個大智慧啦。冇錯啦，發展咧往往都係會帶嚟陣痛嘅。當高樓大廈起得越嚟越高啦，我哋就必須要面對現實嘅問題啦。建設可能會破壞原本寧靜嘅自然生態啦，大規模嘅收地發展亦都可能會令當地鄉土文化特徵逐漸消失。如果搞得唔好咧，牛潭尾本土嘅歷史咧就可能會變成歷史教科書上面幾行字，或者係一隻 USB 入邊嘅 PDF 檔案啦。好在我哋嘅計劃咧唔係要全盤推翻，而係要城鄉交融喎。咁為咗解決呢個矛盾咧，我哋提出咗一個非常關鍵嘅保育方案咧，就係直接喺未來嘅牛潭尾站打造一個文化交匯點。喺外觀設計上面咧，我哋會融入圍村嘅磚瓦結構，等現代化嘅車站建築帶嚟鄉村嘅脈搏。同時，車站外圍亦都會設立文化廣場同藝術裝置。咁樣一嚟咧，市民一出地鐵站，第一眼見到嘅就唔再係連鎖商場，而係厚重嘅歷史文化等高科技同埋傳統情懷咧，喺呢度撞出全新嘅火花啦。最後，等我哋一齊回顧下呢個未來小社區嘅終極藍圖啦。喺車站附近，我哋要將會興建一座多功能嘅文化中心。呢個中心唔單止係遊客認識牛潭尾歷史嘅一個資訊站，更加係一個社區嘅核心平台。政府可以資助本地村落咧喺度表演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例如傳統圍村舞獅、麒麟表演或者鄉村手工藝咁樣嚟。老一輩嘅居民都有咗發揮嘅舞台，文化就可以得以繼承。而新搬入嚟嘅科研人才同埋大學生咧，亦都可以感受香港獨特嘅根基啦。呢個規劃咧，可以真正做到發展同保育並存。一方面咧，就透過大學城咧，就推動香港嘅城市經濟及科技發展啦；另一方面，就可以保住社會原始嘅靈魂啦。用翻一句嘢總結，未來嘅牛潭尾老居民咧，就可以住得舒心，新人才工作又可以開心，連路過嘅遊客都可以打卡打得好開心。呢個2026年與未來對話之明日保育領袖計劃咧，正正就透過融舊入深，為牛潭尾、為香港創造一個更加美好嘅可持續未來。感謝各位。